应该的人讲嫁翁唔好嫁客人。挑白嘅人袂讲，土心口会土客家细糜。听讲应该遮的河洛人甲客人足袂合啊。挑白嘅状况有10个了，会轮流派人看书，将河洛人打过来。我是魏光昌，我是建县中部乡保兴村嘅客家人。我是詹娇芬，我嫁来嘉义中部乡已经20几冬啊。昨年对面富源内嘅河洛人为到快群利益，经常到保木村入边嘅人上吊。挑牌嘅状况拢袂像牵挑师傅来教牵挑，自身方面对保护家人。应该河洛人甲客人之间的冲突真正济。我甲阮先生交往的时阵，阮兜全部拢反对。阮翁甲我讲，伊后生歹习惯，伊会使改，但是伊是客人，伊无法度改变。即句话互我的印象足深的，我嘛足感动。讲复后，当时因客家嘅台路建议老头家讲。大家伊也宪法非常辛苦，大家要保姆相处后来保姆嘴变身大四嘴，结果锻炼身体，有个培养团体精神。呀，我也到大爷村庄，就老我嘅出名球样，各族圈拢和平共兴，总部是我出世嘅所在，我老我嘅子孙。拢唔记得自家的客家人的身份，老客家文化。